天时一转凉，羊肉卤的生理都一定好。廿多年来，还变做寒天食补，千多人好食的。不过，俺能食的羊肉是对哪来源呢？照农委会的统计，民国18年，国产羊肉一年供应量有2438公吨，差强将美国内羊肉消费市场的以上。同时呢，进口的价格都是绵羊肉的，故说羊寿米特别重。为做到推广国产羊肉，中华民国畜养协会都推出的认证标头，希望大家认清楚来，去买食起来个唔会按数嘅国产羊肉。不过同羊肉业者都多嘅状况同样，国产嘅羊肉比进口嘅贵价2-3倍，而向消费者来用国货冇按简单。然后同畜牛嘅畜猪嘅业比起来，牛羊羊出户也高少受到注意。今日路带大家来认识亚嘅畜养嘅农民，韩国台湾嘅牛羊生意。看到中意拿定饲料入來，用嘅衝動來食，推行做畜養嘅7-8年，對頭下嘛記載嘅嗰度一下有5-6隻，一開始佢好高天天，納米動作成了學。含變做嘅生小白嘅幫助，佢哋就年送嘅6隻啦，就安尼開始搞起來啦。啊，去屯人家用家來批，變咧就19隻，19隻又帶動到22隻，就安尼應搞起來啊。搞起來就想講啊，安尼唔係辦法，就去參觀人嘅廠房，你才可以講利用用嘅場所修較多隻，所以講就。把成本发下去就搭起来呀，它好管理啦。你畜养没有像你听到有通风，你就要通风，哈。采光照一听到有，用一听到有热头，我朋友谈到人讲当到用个尿结石啊，所以讲要施一点矿物盐，也会强迫他去喝水。用嘅同好食，咪同好搶啲。故數這估計同飛起，當然愛顧天未其實，變數卻用廠。其他時間還愛見注意啲用嘅情形，看有精神冇，再到好冇，睇唔嘅薄片嘅嘢。用嘅佢幫你種急性腸炎，一下就死嘅人呢。凍結，因為用嘅它沒有抗體，伊冇像原來煮嘅原來嘅乜嘅，煮。荷爾蒙素、抗生素藥嘅飼料，那啲飼料全部冇這個批嘅，全部是按你天然嘅有冇？因為我屬安太創意啊吼，伊講你這個都是要好一系列知識專業。一張肉用愛買到好家私，青葱要嘅就是愛學到有肉，我用嘅學比較學到結實，關鍵就是飼料。保險全部靠進口啊，你進口是那一挨的就。成本就低啊，本保險熬做嘅啊，錯挨的這個可以想辦法啦。不過你冇飼料冇玉米片啊的吼，用嘅就小唔強啊。用嘅同人同樣，它也是有什麼需要什麼養分、鈣質、蛋白質、熱量嘅對吧？18年來，國際原物料緊起，進口嘅飼料很較係起嘅一批。一度牛羊用車夫賺唔到錢，仲悄悄冇做位。民國90年，台灣畜養戶有4691戶，10年過後，社會一般，一下將存到2123戶。這幾年呢，那個肉羊戶一直在萎縮，因為大環境不好，因為進口的那個飼料啊、乾草都是漲1倍多，而且這幾年來這歸咎於前幾年了，因為羊的價格一直拍賣得不好，羊農幾乎每一場都虧錢，但是這2年因為羊量少，所以羊農賺了一點錢，但是因為現在養羊的門檻拉高了，因為土地也貴，建材也貴。我以前嘅佢是要嘅下將一包玉米50公斤玉米嘅下賣390人元。而家去到600人，去一批啊，人工成本咩一批？按羊雖然有起唔過佢本嘅呢，嗰啲原料呢是鏘牛鏘啊！你講30010分有啦，你講我穿太錢
困难。畜养的一年的成本哈，就本饲料扣着差不多有70%以上的啦。量上是错，我这个中卡较涨啦。一头羊的4只熟都可以卖哈，差不多要9000块左右啦。那错还磨酸的话，就差不多7000元成本啦。那个家是磨的话哈，就本饲料熬这位啊。以我的经验，在市场交易20几年这个经验，我发现其实养肉养的农民，其实像今年价格好，他们有赚一点。其实前几年他们都亏得很厉害，所以他们主要亏本在哪里？这个成本高，成本高就是他们规模小，他们没有达到经济规模，没有达到经济规模，整个中间的成本都相当高，原料的成本也高，运销的成本也高，他们采购都没有议价那个能力，啊，他们没有筹码可以跟大众物资的那个业者议价。早晨运通的时间到位，众人就将用的对畜养场割出来，一片发通，一片湿草。饲料成本进去，向唔到嘅畜养户根本都唔掉，只条摆用嘅一耐去湿草嘅方式来育来省钱，节省人工啊，节省那个饲养的时间，这是最主要，应该是最主要是这样子啊。那一方面是它运动量够的话，抗体也比较好吧，身体会比较好吧。草，因为我们台湾的是禾本科的。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啦，所以你饲养效果要好的话，还是要部分依赖进口的，还是国产的甘草啦。那我们国产的甘草，它的品质也不是很稳定啦，所以还是有问题的啦，还是有问题，还是可能要依赖部分的进口。为到爱发发农田利用，政府每陆续推出小地主大田农发发修建农田的计划，鼓励唔想耕种嘅农民将农田标本有时要经营，有人吃到真好，不过也有育养嘅经营因比对广大成本嘅实质效益并唔大。我养羊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休耕的田太浪费，我就把它拿来种牧草。种牧草之后。政府又刚好也可以说啊，你种牧草，哦，你没有浪费土地，就有那个可以攀专作啊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专作的钱就得攀专作，就刚好说可以拿来利用，多多少少可以贴补我一点啊，水费啦、电费干嘛的啊。土地上要租赁也不是很容易去取得啦。那因为现在公所有小地主大店哦，那效益上也是有限嘛，所以也不好操作了。那而且我们饲养的时间大概整天都在这边了，你说要再去做其他的，也比较难。问题休耕地一些都是1分2分地啊，你比如说你今天你一块地嘛哈，你是比如台糖有大片地嘛，一块几甲地嘛，哦。那你休耕地是1分地2分地，你机械下去清割嘛哈，空地要留下田的那个空地都一样大。你现在1分地再留那些，剩下多少？啊，如果说你是1甲地，也是留那些空地嘛，利用率不高啦。说实在的，这个计划利益良好啦，所说的效果不会很大。应该这样子讲哈，这里面其实是有专业化啦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养羊户，除非你自己真的有那个能力，我们当然鼓励你就去弄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就是要分段，他必须跟草农去订契约，让草农专心的去种草。如果面积大的，甚至100-200公顷的农地，那个他都是用大规模的，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收割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所谓有小地主大佃农的计划搭配。这一些草农甚至一些团体、农民团体，如果组成合作社，我们都有相当的一些设备的补助，尤其是这一些很大型的机具。初代成本一出五個，市場發展唔出來，股數大價靠唔抵起價嘅國產養肉。喺國內市場，國產嘅養肉搶佔一成，
民众识到的有救上肚的进口嘅羊肉。消费者大部分都是吃到进口羊肉是怎样？不懂嘛？我们的国产羊肉才占1成而已，9成是进口肉，绝大部分差不多进口肉7成，绵羊肉占7成，野生山羊肉占约2成。但是这些都是靠调味料、一些料去加，所以有些消费者吃不出来。但是这一块我们养协会已经有在做了，有一个国产羊肉专卖店，认这个店招，这是确保全部是国产羊肉。来到有认真漂头，专门卖国产羊肉嘅店家，人客显店，店家显切显足。就可以大家识到一定期嘅热味，将用数米嘅人第二片听出会识到有来有去。国产的羊肉，我们只清汤是要吃那原味啦，保证没有羊骚味的啦，就是只有这样。如果你这国产羊肉，你那加中药加什么下去，真的很浪费了，吃那原味吃不出来了。我们的本产羊肉世界级的东西。我们几乎所有产业的东西都输给进口东西，但是我们羊的肉是世界级的最好的肉，进口肉完全没办法跟我们比的。如果说今天进口肉都给我标示产地的话，我根本就不怕你外来品。消费者要教育，不能提供原来我们国产的羊肉很好吃，既然我去区别讲多带要选国产的羊肉，算要选进口的绵羊肉，所以唔免一下都可以做台，慢慢我哋经由安尼设国产羊肉标章嘛，所以挂提嘅呢，嘅羊肉店头前消费者佢喺有你去吃过，慢慢的佢嘅口碑会真太时间，安尼嘅专卖店越来越扩大，那将来你的这个末端的这个市场能够开拓的话，你自然也生产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，只有往这个方向。不过讲到羊肉，大家想到的就是爱食补，古时半夜半过后一直到过年，肉用高热将1年高热量的70%。生热、太热、冬天面，造成肉用的给人有条件肉用生产的问题。产值小不普及啊，它比牛肉还不普及嘛，因为我们的观念还是停留在那个冬令进补的阶段嘛，所以冬天才会去吃羊肉。你夏天你会去吃吗？都不会啊，这样就会造成冬天跟夏天它的单价上会差异就变化比较大，差很大，所以大家还是会赶着尽量能在冬天来出啦。而家用的要休1年，天然的春天那会丧失，但是呢，春天的时节价格都慢慢会降下来。所以一般唔去顺从业的用的嘅安尼凡是的规则呢，佢一天唔会买到最好的价钱。所以我哋建议教农民用点天候的方式来调整呢，春天的时节来批种，摕秋天的时节来养殖。养殖过后休1年，天然的秋天又拄好丧失，安尼佢嘅利润就会最高。肉用的农民做第一茬又一茬嘅用的，准备伫近半日买一类好家私。用农生态嘅销售通路就是贩卖市场，家私自信、透明公开嘅方式，用农就唔是讲本番的创意术。现在一头羊的那个从断奶到回忆出市场拍卖，一头羊要7500块的饲料费，这不包括在那个羊农的工钱。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说羊肉贵，羊农赚走，其实不是，贸易商拿走了。羊农他会事先跟我们约定，我们会安排，因为有一个量嘛，我们要保持供应，就是农民载多少羊来，有多少的承销人他要来买羊，这样就造成一个平衡，这样平衡那个价格，
才会稳定，养农的那个权利才会得到保障。那个羊肉的它也有稳定的货源，它不会说这个价格一下子高一下子低，就是供需平衡。57.7哈，快哦，57.5了，对国体内嘅用农，始終啲鄉村擴散青音素，愛將青音素培育嘅用家標準氣候來改良育用，必須多行卡正行卡育用。因為更加賣啊呢個純一種供用吼，無嚟賣啊個銷啊，而家本身政府嘅機關吼，而經費個要發展嘅種用個好啊，以前我賣過一擺。效果啊，也係佢肉權啲地方。唔會差，肉水唔會差，個體質。挑選了，挑選是它的看起來很有肉了。哪邊看起來？的肚子了。這樣就是會它的會比較好。對，它的換肉的頻率比較高了。雖然係少，但是呢精緻，將來也用中呢賣對中國大陸也好啦，東南亞也好啦，也都有嘅市場。故所以我哋將來嘅產業嘅發展呢，冇搶看喺台灣，因為台灣嘅市場過細啦。將來我哋種係做好來，外面嘅市場會較大。育成青音素天氣派用家膨買以外，也普陀用車技術，同用農添提升育用嘅品質，得到行卡國嘅數據。沒提過改善養育嘅競爭力。我們進入了這 WTO 以後，整個這個農業的這個產品，全世界所有的農產品，大家都在賣你。那你既然門戶一開了，那我們怎麼樣去因應？那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，我們農產品它最重要的觀念就是生鮮嘛。好，它在這邊生產，那我們在地生產，如果在地消費，對整個環保上面也是減碳節能，能夠現在在推的食物里程也是可以最短的。所以我們地方面能夠讓大家能夠消耗本地自給自產的農產品，這個可以讓我們的糧食自給率提高。民國85年，國內嘅育用高級家私設跌太價，1公斤存到55斤元。以前嘅育用嘅業者就冇學嘅，養育刺激率每對17.54%原始人工大。91年更多為9.86%，受到飼料成本引起，育用嘅門檻提高，育用嘅業無增加嘅影響，刺激率都見一直冇提升。大家要較唔好食羊肉，較好食牛肉、豬肉，也可推出國產認證標頭，提高消費者嘅接受度嘅第一步。未來希望透過提升生產力、降低生產成本。能夠做出產品差異化，獨到嘅控態養育市場，養育用嘅農民真唔會做冇本錢，大家未識嚟到競爭到匹配冇嘅台灣養育。